有环保团体指出，讲台湾大部分的集水区管理单位拢上过分散，造成管理无度齐全。因希望透过一摆的组织改造，由水利署出面来统合管理。20台湾各地头因为方面拢开始落雨，台湾地形处国下，安怎甲水资源留落来是学问。有立法委员20召开公听会，在场环保团体指出，台湾管理集水区的单位上过分散，会有无法度管理胶泉的问题。除了台北水源特定区，它是所有的土地也都是他们在管，那其他的中部、南部还有离岛东部都一样，水利署它只管蓄水的范围，就是等于那个库区。然后呢，其他的就是它的周边的土地是县市政府，然后山林呢就是水保局、环保局或者是水保局，大部分的权责是在县市政府，所以是由县市政府来做稽查的动作。那林务局是在国有林班地里面会来做巡查。那如果水库集水区是位于国家公园管的的区域内，那国家公园自己有警察队。根据水利署的资料，20载时，南部北河水库的水量剩16.7%左右，占盆水库的部分剩无到1成。除了帮雨水解决靠旱，环团指出，若是早前就有统合管理集水区的专职单位，就较袂造成欠水。它就周边的集水区通通有管，有管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山林不要去乱采的话，它事实上是保持这个水源的。山林你如果一直让它去开发或什么的，到时候这个水源就是留不住。环团表示，行政院伫2006年的水库集水区保育公约内底就有写，要有机关统合管理集水区。环团原本希望会使透过这摆行政院组织改造，和环保署统合管理。但是环保署的组改已经在立法院等待协商，因希望会使换水利署出面，因也当咧拜托各党团斗支持。记者郭永水台北报道。